去以牙白仔抗议出名的抗议天王瓜树海讲过身了。警方早起的8点半接到通报，有一个男性倒伫个北投建国街一个公园篮球场边仔的一台箱仔车内底。警消向前查看，发现这个男子就是当年牙白仔抗议外号抗议天王的瓜树海。伊的机体硬正，身躯并无外伤，已经明显死亡，享受66岁。根据了解，瓜树海有帕金森的病症，这几年来身体无好，进前嘛互翕到伫个阳明山顶拢是困车顶，逐工以行路来代替食药啊。即摆互发现死伫个车顶，这详细死因爱搁进一步来确认。